各位巴打注意，去胡志明市遊玩，呢5間 SPA 店你真係千祈冇去，尤其係最後嗰間，去完之後分分鐘到時連老婆都拉你唔住。第一間 Miu Miu Spa， 真心建議你唔好去，呢度主打日式穴位推拿，啲技師手勢準到冇朋友嚇，客都按中你最酸軟、最繃緊嗰條筋，揼完之後真係成個人鬆晒，試過一次真係會上癮。人均消費大概120到240蚊人民幣。第二間 Temple Leaf Spa Land， 作為胡志明市規模超大嘅韓式汗蒸 SPA， 入面嘅配套好到好似度假村咁，桑拿、冷泡池、咖啡、餐廳乜都齊。人均150到300蚊人民幣，一踏入去就完全沉浸喺嗰種勁 chill、勁舒服嘅 vibe 度，唔喺度嘆足大半日，真係唔捨得走。第三間 Ten Century Spa， 同樣要小心，入面嘅裝修格調簡直係高級咁拉滿，全程用泰國高端精油，陣陣幽香真係聞到即刻想瞓覺入面。人均要450到900蚊人民幣，呢種5星級嘅奢華享受，只怕你嘆慣咗，返到屋企再去其他 spa 都覺得好普通。第四間 Golden Lotus Healing Spa World， 呢度嘅技師專業到爆，專地幫男士調理肩頸、腰背勞損呢啲職業病，揼完之後真係即刻回血，成個人充滿活力。人均180到360蚊人民幣。最後一間 Noya Spa， 呢間更加係絕對唔可以去，佢哋主打超特別嘅黑暗按摩，由視像技師提供服務，喺全黑嘅環境入面，你嘅觸覺同感官體驗會被無限放大。人均210到450蚊人民幣，呢種直擊心靈嘅獨特感受，會令你徹底沉醉其中。記住啊，嚟胡志明玩，千祈唔好口我，就怕帶你玩得太盡興，玩到你老婆都唔認得你。價錢表同埋詳細地址我放喺影片最後，自己 cap 圖保存，到時可別說我冇提前提醒你啊！